每一开始，咱先来关心花莲的海啸。今仔日翻点过12:35的时阵，发生规模5.3的地震，深度敢若23.1公里。地震中心伫咧花莲的近海。那花莲昨昏早起10:40的时阵，嘛有发生规模5.6的地震，全台湾是拢感受会到，而且过无半点钟是各有一解。气象署讲，即个地震是4月初3地震了后，迄个力产生转移的作用，才会引发地震。所以即个是发生伫咧无共所在，请民众毋免惊吓。位于监视器的画面会当清楚看到停靠伫门口的汽车对地震一直摇晃。当地活动中心拍倒桥的民众嘛感受会到地震一直摇。是没有上次3月那时候4月初的时候大了，但是就是还蛮大的。到伫早起10:40，花莲海啸发生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30公里，上大震度是4级。人较无30分，早起11:07，花莲县近海搁再发生规模4.6的地震。气象署表示，虽然这个规模5.6的地震是4月初3花莲强烈地震的地震尾，不过发生的所在小可无共，伊是伫花莲偏南部，毋是北部，应该是4月初3花莲地震发生了后所产生的应力转移作用引起的。一个大地震发生以后，这整个震源的地方的应力结构，它会有做一些重新调整。那应力也会有做一些转移哈。那本来北部的地方是它今天这个地震的一些屏障的范围啊，因为这个屏障减弱以后，也有可能会触发出南部这边的地震，它会提前的触发这个地震。有一个断层在那里，但是它是卡住的，全部都推不动。现在那边已经破裂了，开始滑动了。这时候菲律宾海板块从那个西北折过来的那个地方那个空白带现在就可以推挤了。根据气象署的统计，4月初3强烈地震到即马已经发生900多届地震尾。地震了后，除了太鲁阁真侪所在断几落过，就连秀林乡的木龟溪水源头也产生一个面积有5.6公顷的淹塌湖，囤积的水量有43万立方公尺，都相当是226个国际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聚落的高层距离河床高差大概还有10到20公尺的一个高低差，而且部落距离这个堰塞湖也相当的远，所以不会对下游聚落造成立即的危险。好在在经过评估，准讲俩放弃水尾的东门甲营丘部落未受影响。不过林业署原来呼吁水尾的居民甲游客，千万唔通去客船活动。记者综合报道。